喜歡蘇州美食的朋友一定要看過來哦！今天我又來到了這家蜜字牌蜜餞店。為什麼我持續的去分享他家的蜜餞呢？因為他家的蜜餞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是老字號的。那麼他家的蜜餞的品種太多了，我就不一一的去報名字了，你們自己看啊。如果看中了哪個，大家都懂得怎麼去找到我，那麼老粉呢可以幫我在評論區下方可以回復一下啊。那麼他家的蜜餞呢，品種很多，是你在超市裡面買不到的品種。那麼之前呢我一直在持續的就是代購他家的蜜餞，而且呢我不是经常出视頻哦，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呢会把这个视頻更新一下。那麼有很多的老蘇州在外地啊，那麼看到我的視頻之後呢，就找我代購，然後回復我說代真的很好吃。那麼它的蜜餞呢還是小的時候的味道，很正宗。那麼很多外地朋友呢吃了這個蜜餞呢，就是評價都是100%的好評，而且呢回購率也很高，就是每年都會持續的找我去代購的。他說這個比我們在超市裡面買的罐裝的要好吃很多。然後呢他家還有入職的小蘿蔔頭，這個豬油酥糖，還有京津豆腐乾、京津素火腿，然後呢有能上櫥窗的蘇式的美食啊特產啊，我都上櫥窗了，你們可以到我的櫥窗裡去看看。那麼櫥窗裡沒有的，只能線下去代購了，沒有辦法，我上不了櫥窗。這個是入職的大蒜頭糖蒜也很好吃。接下來這個呢是仁和園的麻餅，仁和園麻餅呢在蘇州是非常有名的，名氣呢也是數一數二的。這個袋裝呢是一袋2片啊，很好吃的。那麼這個回購率也是持續的，特別是買給老人吃啊也很好的，裡面有豬油的。這個是白果麻餅，這個是核桃仁的，剛剛是椒鹽味的。這個是筍乾毛豆啊，也比較推薦的，很好吃的啊，鮮鮮甜甜的，很好吃。然後這個是蘇式的肉鬆，那麼我第一期視頻我記得就是推薦的這個蘇式肉鬆，然後很多粉絲也買了，也買幾袋回去給家裡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吃粥的時候過來拌粥啊，都是很好的啊。那麼這個是台式肉鬆，我倒是沒有吃過，可以